疫情之下来拼经济。台中第5市场有14间的摊商，甲经济部合作，伫这个月的每一个礼拜三推出着半价银角的活动，只要开50块，就会当买到价值100块以上的食材。要加分50块优惠券，能买120块的物件。 受到疫情影响，传统市场的生意变歹，台中第5市也嘛减5成以上的人客，所以当和经济部合作，在7月份推出50块半价活动，希望当积极买去。我比较会买鱼类的东西。 7月份每礼拜三，消费者9点到市场排队，摕到礼券去配合的店家，就当用50块买到市价100块以上的食材。像我们的台中第5市场这边，这一次就直接串联了14个这个摊位，那每一家都推出120块以上的商品，但是你只要用50块就可以来买。 后疫情时代拼经济，传统市场找出路，一摆举办半价活动，希望当互生意搁一摆强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